继续来看兰屿，因为做风台的关系，为9月28迄天就开始来封岛，物资就无法度来进入。目前当地超商甲农会生产的食材，拢已经互买甲空咯。台东县政府本地是计划昨要来空投物资，但是天气歹，时间来延后。 行要来超商内底，拄啊空，行去恁总规嘛共款，这个车就伫咧兰屿。冷冻拄啊内底空，交在正月冰箱内底各有一出啊。山道里风台继续变破，离岛交通断路，民生不出，民众今日当继续等。因为这边的乡民都依靠7啦、农会啦，还有生鲜超市的海洋哦。 但是他们里面的物资也都已经被抢购一空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在里面。兰屿会28号开始封岛，虽然物资冻起来，不过有过去风台天的经验，民众嘛早就准备起来等。这是我们剩下的食材哦，然后自己备用的一些冷冻食材。 厝内冰箱冷冻柜钱甲电半，对抗风台，唔爱囤食、囤水，嘛爱囤油。我们的备用油，以防我们是要用到摩托车、汽车的。看明天的那个海象，好，如果那个船运一开，好，我们就会马上去补给。 即马因为天气不好，本正预计10月初2可能透过通勤空投物资，嘛先动起来。若是天气有较好，就赶紧来照顾离岛民众。山道里继续伫咧卡影响民众生活。虽然真无奈，不过面对大自然无情，嘛是敢来当公啊等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